拢是上帝赏赐的恩典。生活伫咱的日子，敢若有一个目的，就是体会上帝的真。咱若真正了解上帝的真，安尼咱的日子就一定会伫艰难当中看到平安，伫苦难的时阵看到成长甲阳光。对安尼，咱三个做伙开声来感谢、来祈祷，献上咱的感谢甲祈祷，感谢上帝，因为伊互咱对苦难中来经历成长，看见阳光。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圣经讲，一切一定拢会到业。咱三个做伙开声来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阮的上帝，你是听的主，每一日甲阮三个同在。你引带阮伫这个世代内底，虽然有的人好业，有的人检采看起来善假，但是主啊，你应允阮，无论伫任何的环境，阮毋是倚靠才会看会到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时时的恩典。互阮会晓得怎样甲人三个做伙分享关怀，伫你赐阮的日子内面，阮感谢你所赏赐一切的丰盛。主耶稣，阮伫今仔日，搁再一届进入到你的殿中来，感谢你看顾保守引带细囝，伫这一礼拜内底，无抵到过头的烦恼，无抵到过头为家己拍算。主啊，你的灵一届搁一届，甲我带倒转来伫你的身边，为着要互我会当经历，会当来体验，什么是上帝你圣洁宣传的旨意。主，所以叫我伫你的内面活出你的水，活出你的好，帮助我，引带我，互我进入上帝你的欢喜，你的同在。赏赐我，互我逐项伫你的内面，因为圣灵的同在，所以通得到迄个满足的喜乐，得到迄个满足的喜乐，得到迄个满足的喜乐。感谢主，因为你应允，你的恩典是教育阮一生的路用，并且你为正人所备办的，就是遐倚靠你的人所赏赐的恩典，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感谢主，将荣光归于你，将荣光归于你。赐平安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听痛，因为你应允阮，讲一日的困难，一日担当就到野了，唔通为着明仔载过头来烦恼，因为阮唔是倚靠家己的气力，有法度成就什么货，因为你应允阮，你的恩典是到夜原用的，你的恩典每一天拢是新鲜的。阮感谢主，继续保守帮助阮，伫你家己的听内底，互阮透过每一天日子的经过，对你的人物愈来愈更新，愈来愈坚固，互阮的脚步伫你的内面受引带，稳当有方向，并且行往上帝你做阮的阳光的日子的方向。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赐恩伫阮，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报员兄来报告，谢谢。姊妹平安，平安。就会开始，我来做小弟的报告。第一，今仔日8月初6，下午1点伫9月3楼，要来召开8月份定期的执事会，请执事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第二，8月初10至12，就是礼拜四至拜六，本会儿童助理事奉团队将前往光南教会举办儿童夏令营。敬请兄姐为着本会甲当地同工的踏背侍奉，甲当地儿童的参与学习守望祈祷。第三，8月11至8月12，就是拜五至拜六，祭司总祭、石头甲大枪的对决，拔除甲建造、
请有报名参加的兄弟，伫礼拜五下午2点，伫救助堂来报到。第四，有报名到8月13至15南部教区圣道灵修会的兄弟，若要坐福音车的，请伫当日下午2点伫教会1楼来集合。第五，一人书房圣经买节送节的优惠，册顶悬有拉链，也搁红字版的这个圣经2本，1种450块。若要购买的兄弟，请伫招待桌来登记缴费。第六，活水教会安合前甲金香炉训练营，时间伫8月29拜二9点至9月7拜5暗时9点，地点活水教会8楼，内容琴甲金香炉的课程，教主亲民敬拜祈祷的生活。伫祈祷殿中的服侍、工作环等等，欢迎有意愿参与的兄弟，请向孟准传道来报名。详细这个行程放伫公报栏，请自行来参与。敢有补充报告？若无，这是要请敬拜儿乐团。嘿，这个平安。你甲家己讲，我有真实的平安。无论是伫上帝殿中，也是伫山顶的迄个姊妹，咱拢备办好势来调见咱的主。嘛先甲大家这伟大的父亲讲一个父亲节快乐。所以等一下有好礼给我们在场的爸爸们。好，咱大家欢喜自足伫上帝宝座面前，请咱起立来吟唱诗歌，而乐感谢敬拜咱的主。我打走进地里，抱着金钱买，献给主你甲运动在，为这你用手术高标的归来，因托我行信心的山高，真经阿拉，也经阿拉，你安排阮当定着。为这你用手术高命的困难，你带我行信心的山路，真经阿拉，也经阿拉，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读书，真经阿拉，也经阿拉，让我一生当定你。无论顺境逆境，你拢甲阮做伙，因为人生的苦难亲像火车也袂，总是你永远虽有患难，伫主内面有平安，咱欢喜顺畅来行天路，就跳来行嘿，愿打做真理，保守正义嘛，人个主你甲阮同在，为这里。手术高命的困难，你带我行信心的山路，真经阿拉，也经阿拉，你安排阮当行着月月读书，真经阿拉，
互阮行去路，有你三角做伴。当阮伫即时徛起伫你面前，阮讲上帝啊，愿你的圣殿充满了喜乐甲感谢。圣殿充满了，我心中平安，你荣耀显得精奇妙丽秀素我，乐呀水呀小我。上帝是以色列的宝座而乐，是以色列而乐最宝座的上帝。咱每一日由而乐开始，上帝就教咱每一人做伙，一直卡要互伊的圣子名得到高举，也互伊的圣子民得到平安甲真实的快乐。哈利路亚！每一日咱开始用而乐，准备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圣殿，迄个而乐。亲像一个水的架，良善的架，一直要发起来，互上帝的恩光降压伫每一人的心内面，伫伊的会所，继续用喜乐感谢的心来吟唱。圣殿充满了，我心充满平安。你荣他严格，精奇妙丽秀素。是当我学乐的时，手的名，将我的主有，好像灯充满了，相信咱做伙来学乐，开声用声来学乐，互咱的上帝殿充满了伊圣百姓的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你，收赐我教育的快乐，互我有气息，通个做伙来吟唱，对你表达感谢。感谢上帝，你互我还阁活着，互我阁有一个气息的时阵，我永远要唱歌来学乐你。哈利路亚！感谢你引带你的百姓，会记得这个圣主日，分别做圣来到你的殿中，互你的圣殿充满了喜乐、祈祷甲感恩。愿上帝悦纳你这百姓的这个喜乐甲感谢，感谢你伫阮当中徛起做第一。圣殿充满了，我心充满平安。哈利路亚！你荣他严格，精奇妙丽秀素我，呀水呀，将我的
伫咱的每一人的心中，互咱有够野快乐，要来爬一个山，到天顶和上帝相会，运费的观领。阿们。平心欢喜，相爱相杀，也你就是阮归原了，我心爱无定高原了，求主掌我的天原者，荣耀欢喜，乐快乐，主啊，互阮哪伫天国啊？阮归原了，相爱相杀。我主张我定高原者，虽有乱流，惊也怀疑，我无灰心，也无丧志，目睭自私，伫这原了，我已可注定高原者，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互我，那你天国。相爱相杀，我主张我的高原者，我若贴地救主生命，就会看你无悔斗志，也你将我以后幻想，我要可注定高原者，荣耀欢喜，平安快乐。相爱相杀，我主张我的高原者。咱甲咱的手也开，互上帝的大手牵着咱的细手，有就是软软了无快乐，总是伊总无放弃，伊总是甲咱的手抓条条，一直到会当到正到天庭，是伊的手牵着咱的手，咱才有够个快乐来到迄个所在，迄个美好欢喜，充满了耳朵声音。无灾无病的所在。哦，主啊，我有全然的相信，你较因为因着信靠你，坚心我靠你，得到10分的平安，甲迄个有福的脚骨，你较要甲你永远相甲徛起。平心欢喜，相爱相杀，也你就是归原了，我心爱无天高原了，求主掌我为你原者，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互我，那你天国，阮归原了，相爱相杀，我主掌我为你原者。就主是你这原了，我立刻注定高原者，荣耀欢喜，平安快乐，主爱互我，那你天国，阮归原了，相爱相杀，阮主张我定高，荣耀欢喜，荣耀欢喜。
全能的主上帝，你会听甲阮三个同在。感谢主，因为你应允阮，你又搁帮助阮，你甲阮讲，阮会当去到迄个比阮现处时搁较悬的山岭。主，你应允阮，甲阮对着死人的幽谷带出来，互阮徛伫平地，互阮行到半山腰，搁要互阮去入到锡安圣城，就是上帝你同在属的所在。阿门。你是主，是上帝，你保守帮助，你的话的确一定会成就。阮感谢主，因为你所讲的果然成就了。也有一寡也未成就，不是无成就，是你讲伊将就要成就了。因为你过去怎样的信息甲阻碍，你现此时又愿用你的信息甲阻碍，照顾阮、鼓励阮、引带阮、成就阮。所以，阮相信将来要显示阮身上的阳光，是比早前更较大的阳光。愿上帝你家己的阳光，用你的正义路来显明，互阮会通实实在在来经验耶和华上帝的慈爱，永远伫地。你安怎讲，就安怎成就；你安怎讲，你就安怎将着迄个阳光稳定。日子所需要一切的快乐、经济的满足、丰富，主，你拢要安尼赏赐阮，逐项教业各存，将一切上赞而乐来归乎你。当阮专心敬拜你、跟对你，主，阮就要看见，阮就要经历耶和华上帝信实之爱，甲伊的百姓三甲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咱拍拍将一切阳光归乎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伊堪得称颂，堪得受一切的恶乐。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用信心来宣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之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请坐。多谢咱要来用上帝话启用。我来启的时阵，兄弟来用；学的时阵，三甲来读上帝话。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将入不住的思想，你的言语伫我的顶腔何等的甘美，伫我的口中秘密较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较赢金啊，搁较赢真金。我趁着天也未光的时阵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着夜间也未经晏，就目睭擘开了。为要少念你的话语，愿我的日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命令尽拢公义。耶和华，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阿门。下面时间，请廖牧师来证道。咱感谢上帝，伫伊的恩典内底有丰丰富富的听筒。过去到现在，耶和华上帝的慈爱甲怜悯，拢伫伊所赏赐予咱的日子内面。咱感谢主的恩典，伫伊引带内底，咱安乐圣教会会当承接南部教区的儿童主日学的事奉。牧师现此时也是南部教区的教区长。伫遮的所有一切事奉内底，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上帝过去的时阵，
捌请到海格牧师来咱的教会发出有言讲，伊看到咱的教会有真侪人对大门一直入来，了后伊也看到咱的教会有真侪人奉车遣到伫世界各角落。伊讲这是一个祝福的教会，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咱感谢上帝，因为伊安尼讲，伊实实在在也是安尼成就了。咱对着过去怎样伫社区透过真侪兄弟姊妹甲文官团队，搁等伫咱的主日学伫咱的过去的青少年的服侍咱拢伫当中对着教区真上咱的困难来服侍来侍奉。特别伫主日学的侍奉内底，上帝也伫其中将着真侪恩典透过明顺团队祝福了真侪的这教会。今仔日咱感谢上帝听堂甲恩典因就伫即当中，咱的主日学的服侍伫教区伫即过去的2礼拜进前咱伫迄个所在伫即个天主教真福山的所在，伫遐呢来引带南部教区的儿童夏令营。对着进前搁较早的只有2个月的左右，因就开始有真侪即个筹备甲预备以及即个练习所以咱就通伫当中来看上帝怎样透过因伫迄个所在来诚侪即个南部教区，也诚侪正教会的祝福。咱也请为着这个代志继续来祈祷，照着海格牧师对着咱的祝福，也是上帝所定着咱定着的荣光，期待咱会通将着这个主日学的服侍伫咱的明团队明顺团队以及会军校长以及所有这个正当工的努力，咱会通真正互安乐圣教会的主日学。安乐圣教会的各部会团契，安乐圣教会的社区的服侍，拢会通诚侪咱安乐圣教会的产业，诚侪台南市正教会的祝福，诚侪南部教区的祝福，会通去到世界各国，会通诚侪训练世界各个国家的教会的这个服侍团队。亲爱兄弟姊妹，你讲安尼好唔好？我感觉这个好伤细声的好，这个听着无够偌好。你讲安尼好唔好？感谢主，咱甲时间到明顺团队来拍拍，感谢。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感谢上帝恩典，阮伫7月份南部教区的一个儿童夏令营会当顺利来完成。所以今仔就是想要用一寡时间，甲兄弟姊妹来报告讲，伫规个营会当中，阮的筹备的过程，搁有伫营会内面，阮安怎着经历着上帝的带领。所以会记讲伫今年儿童主日的时阵，迄天嘛是我伫台顶甲大家分享。伫迄天，阮分享着伫儿童夏令营的主题，搁有迄天我伫台顶来招募同工，搁有甲大家分享着伫阮即个营会内面的目标的人数。所以伫5月份的时阵，当阮正咧拄仔咧筹备咧甲大家分享的时阵，其实迄阵因为大家开始咧筹备，所以佫有真济毋知影未来会发生啥物代志的感觉。迄阵嘛是咧想讲，安尼上帝啊，到底阮的同工伫倒位咧？到底囡仔伫倒位咧？因为伫过去即2冬内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伫阮咧办营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较无容易。
所以伫心肝内拢会有较侪烦恼，讲毋知影今年报名的状况是安怎，敢会像伫2冬前即2冬共款，拢可能无几个教会参加啊，有像阮旧年的时阵，敢若别个教会敢若一个囡仔一个教会报名尔，所以嘛是今年过来办这个营会的时阵，心肝嘛是有点仔烦恼，惊讲囡仔敢会无坐安尼，吼，所以若是阮伫这当中嘛，真正是经历着咱的上帝，咱的耶和华是为咱有备的。伫儿童主日迄一天，我心内的感动就是讲，上帝啊，若有50个囡仔来参加，安尼就真好。对，所以会记伫迄一天，咱伫儿童主日迄天，我嘛有甲大家分享着即个目标的人数，但是嘛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尼若有50个囡仔的话，安尼咱的同工咧，因为一个50个人的营会，同工一定是嘛是爱有较侪同工嘛，所以迄阵阮咧筹备的主日学的团队，咱的同工，安尼算算的，差不多10个人遐尔，所以嘛因为敢若10个人，要服侍50个囡仔，其实是真安尼是真挑战，所以我嘛有特别有感动，就是伫主日的时阵，邀请伫教会当中的兄弟姊妹来参与伫即个营会内面。迄阵就想讲啊，无一定讲去参加营会的同工是一定伫教会本地就伫主日学咧服侍的，所以就邀请着教会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就伫心内甲上帝祈祷讲，愿上帝你亲自来感动着有负担的兄弟姊妹，会当甲阮做伙同工。嘛感谢上帝伫迄一天，分享了，就开始有人伫心内祈祷，有感动，有个人开始来报名。嘛当咱公文发出去的时阵，开始有教会陆陆续续来报名，所以就开始上帝一直咧有备啊，一直到报名已经截止了，甚至是营会要开始的10天，迄阵咱的囡仔的报名是有49个囡仔报名。好，头我讲要几个囡仔？50个。若是你敢会感觉讲，49个，安尼离50个已经差不多够啊吧，对无？而且已经截止啊嘛，已经要出发前10天啊嘛，所以就感觉安尼上帝你有备啊，安尼49个啊，甲50个差一个尔。好，迄阵心内就是感觉啊，感谢上帝，感觉有达到标准啊。但是无想到上帝伊的应允，甲伊的话语是袂减少的。伊讲安怎就是安怎，伊讲是就是，伊讲偌济就是偌济。所以呢，伫最后前一礼拜，差不多前一天，咱的人员有一寡变动，所以感谢上帝，就是最后真正去到营会真福山的囡仔是偌济？50个，而且无减一个，无加一个。像阮伫几冬前咧办的时阵呢，有时啊伫2天前，可能有人讲伊感冒，也是最近咱上惊的就是安那伊确诊，对无？若较紧，安尼伊可能就袂当去啊。而且伫阮迄一天，阁有一个囡仔阁困过头，但是呢，本来迄个爸爸讲无伊莫去好啊，但是讲不要紧，阮等伊。所以我心肝的感动是爱真正去到遐的人，就真正是50个。阮感谢上帝，本地咱的同工算算的差不多10个人，但是到最后，咱加上牧师娘，会当去到现场的同工，咱才有20个人。所以，阮真正是经历着上帝，伊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上帝。
而且嘛感谢上帝，互阮今年有特别设立即个祈祷组，祈祷组的人，所以有一寡同工伊报名，伊是讲伊要来做即个祈祷守望的人，所以有几个人伊是无去到现场，但是伊一直咧为即个营会来祈祷，一直为阮来守望，所以伫即个营会当中，阮是真正去经历着祈祷的大能，也经历着圣灵伊的能力，真正是彰显伫即个营会当中。所以咱看到即个报名的遮个人数，你着看咱50个人，然后同工20个人，然后其他教会12个，然后咱的总人数是82个。这嘛是伫我今年咧甲今年初的时阵，我咧甲真福山伊咧看讲我要按算偌济人的时阵，我就甲伊讲差不多80个，所以82个，感谢上帝，咱甲荣耀归互伊。对，而且阮嘛即届真感谢有7间教会，6间教会做伙参与伫当中。我看敢7间吼，我1、2、3、4，对啦，7间教会，所以这嘛是以前伫我开始接即个儿童事工的时阵，拢过去无遐济教会参加，但是即届会当有遮济教会、遮济囡仔来参加，这就是咱全部营会的人数，包括辅导、同工，包括咱的同工，阁有遮的囡仔，遮算的安尼有82个人，感谢上帝。这就是即届咱教会安乐，遮咱有差不多20个同工，有真侪人是以前可能毋是伫儿童的事工顶悬服侍的人，但是今年嘛有即个感动做伙来参加。这就是伫即届其他教会的辅导，甲咱的同工做伙伫阮每一个暗时，阮拢会有一寡时间来分享开会。即届嘛真特别，就是阮有50个囡仔嘛，但是阮的辅导同工加咱的同工加起来有30几个，所以迄个比例算是真大的，嘛互逐个囡仔拢会当受到更较好的照顾。阁有真侪足奇妙的代志，比如讲本地阮下晡时有一天下晡时阮是要出去外口耍的，但是前一天的下晡时迄个时阵就落雨，但是过一天迄个时阵无落雨，而且是当阮已经耍了礼拜啊，才开始落雨。所以阮看到上帝真正是甲阮同在的，看到囡仔伫营会当中会当敬拜，迄个敬拜毋是安尼敬拜尔，因是会当举手会当跳起来敬拜的。所以这一切拢看到上帝稳定的记号，嘛看见咱遮的同工，就亲像阮的主题叫做勇敢共款。有一寡人本地伊是想讲我要来做祈祷组就好，也是本地伊想讲无我来做总务组就好。但是最后就是我有邀请，你有感动，祈祷看卖来做辅导的角色，所以有一寡同工嘛回应了阮的邀请，诚做辅导的角色，嘛有真侪同工咧分享讲，伫即个营会内面，伊嘛做了以前伊无做过的代志，也是伊做以前伊无一定较熟手的事工。所以，伫即届营会内面，真侪同工嘛是挑战了家己，将遮个对家己来讲是新的代志，交托互上帝来带。所以我想，我知影，遮拢是咱经历着勇敢的每一个时刻，嘛帮助阮去看到讲，虽然咱的外面可能有会惊吓、会软弱的时阵。但是，咱的上帝伊的稳定是够也稳用的，是上帝伊带着咱遮个同工做伙来征战。所以最后，
用这段经文甲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讲到，因为上帝伊赐予咱的，毋是惊吓的心，是刚强、忍爱、谨守的心。所以当初咧，我咧伫倒咧思考，今年的夏令营要用啥物主题的时阵，上帝甲勇敢这两字放伫我的心中。虽然伫迄当时，这个主题这个感动可能是较微细，就是我的感动是可能细细安尼尔。甚至伫阮一开始团队咧开会的时阵，可能对这个主题阁无一定遐尼确定。但是我感谢上帝，就是伊用各样的方式，伊互咱会当确认。伫我咧参今年个暑假的7月份的时阵，我嘛有参加另外一个青年的营会。伫迄个营会有人为我祈祷，伊所讲出来的话，嘛甲勇敢有关系。所以这互我在着看到上帝伊是甲阮同在的。伊嘛互阮的校长，伊讲伊伫迄阵，伫咱慧君校长，伊讲伊迄阵拄好听到一首诗歌，迄个诗歌的名就嘛是叫做勇敢。所以，互阮知影上帝伊互阮，伊甲阮讲话，伊互阮的心会当确认知影勇敢，就是今年的暑假，要互阮来经历的代志。所以嘛是邀请着兄弟姊妹会当继续为着儿童来守望、来祈祷，嘛会当继续诚做遮个囡仔、遮个家庭的代祷守望者，互阮会当继续陪伴遮个囡仔伫上帝的道顶悬来成长，互囡仔搁较侪经历着伫上帝内面的稳当甲勇敢。以上是我的分享。接下我们邀请一位宣婷，要请伊来甲咱嘛简单的分享。大家好，我是宣婷。我的台语无像明顺阿姊遐尼好，请大家见谅。我平常拢教主日的囡仔伫楼顶敬拜上。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分享我伫南部教区夏令营的感动甲领受。亲像今年明顺阿姊传道，对上帝求的夏令营的题目就是勇敢。我今仔日想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嘛是勇敢，但是伫头前搁加3个字，就是走较慢嘛会当勇敢。为虾米是即个题目？因为我就是一个走较慢的人。对细汉开始，我就走真慢，并且走无几步就会跋倒。我伫5岁、6岁、10岁的时阵，就拢咧走的时阵就跋倒，并且跋甲头破去，流真足侪血，送去病院。伫我是一个囡仔的时阵是安尼，伫今年夏令营的时阵，甲足侪囡仔做伙耍、做伙走的时阵，我嘛是真烦恼，我会跑一跑搁跋倒，但是我真认真的咧耍咧走，我嘛真正搁跋倒啊，但是完全无受伤。有一个同工存心甲我讲，伊即摆看到我咧耍的时阵，感觉足惊喜。伊讲伊无看过我遮尔活泼的
遮尔欢喜咧耍咧走。伫人生即条路上，我嘛是一个走真慢的人，就是大汉了较慢，老的嘛较慢。当阮妹妹都已经比我较悬的时阵，我阁未大汉，拢互厝边隔壁认为阮一定是阮妹妹的妹妹。年纪较大的，年纪较大了，伫学校嘛拄着一寡困难，袂当准时毕业。后来伫找工课的时阵，嘛拄着真侪困难，找较久才找着。因为安尼嘛会感觉家己伫人生即条路上走了上慢，无想别人走了遐尼近遐尼顺利，对家己着较无信心。有时阵嘛会安尼想，像我走遮尼慢的人，会当勇敢嘛，会当服侍上帝，服侍囡仔嘛。但是伫今年的学历营的即几工，我着搁一摆思考，搁一摆祈祷，上帝互我发现，迄款我感觉真厉害、真顺利，搁走真紧的人，其实因嘛有一寡较慢的部分，但是因无因为迄款较慢的部分，就感觉见效。颠倒并相反的，因选伫勇敢，选伫我靠即位比因搁较强壮的上帝去行，去赢过迄款行。毋管是囡仔，也是大人、老师，伫学龄营的即3工，我着看伫一寡囡仔，因可能嘛走较慢，但是因拢真愿意、真认真参与伫每一个活动内面。嘛有一寡老师，因可能无遐尼够讲话，但是因选择去倚靠上帝，去讲上帝的话。另外有一寡老师，因可能是第一摆，当对付，因可能无遐尼够带小组，但是因选择倚靠上帝去带上帝要用出来的活动，因选择去走一条较慢的路，一条需要上帝甲因做伙走的路，嘛发现因毋是一个人咧走这条路，是一群人甲因做伙走，是上帝甲因做伙走。我相信上帝嘛是安尼，甲我甲咱做伙走一条路，毋管阮走较近、较慢，上帝拢甲咱做伙走。走较紧的人真勇敢，走较慢的人嘛真勇敢，因为上帝甲这样的人做伙勇敢。亲像圣经有一句经文讲，上帝能力伫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想要邀请大家呢，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结束这段分享。上帝，感谢你是互咱勇敢的上帝，感谢你的能力伫咱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你帮助咱每一位伫遮的属你的百姓，互咱有一个勇敢的心去行人生的路。毋管咱
走较慢，走较紧。阮拢知影你甲咱做伙行。多谢你，互咱有即个机会服侍你，互咱继续勇敢，继续靠你去做你爱咱去做的代志。感谢你，囡仔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感谢宣婷的分享。刷来，阮要用一段影片，这是阮伫即个营会内面做的回顾的影片，来甲大家来分享。要往右边拉过去。勇敢是上帝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做；上帝要我做的，我就认真做。勇敢的接纳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因为我们相信呢，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身体的每个部分，连我们的一些个性特质，也都是上帝他所创造的真实的自己，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我们看见因着耶稣对撒该的爱，因着耶稣对他的接纳，他愿意改变自己，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愿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成为祝福这个国家的人，成为这个光的角色。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ここで英語の勉強をするよ。この曲のタイトルは雨、風、嵐、波。それぞれ英語でどういう風に言うかみんなで一緒に言ってみよう。1、2、3、4。雨は英語でレイン、風は英語でウィン、嵐は英語でストーム。レイン、ウィン、ストームは雨は英語でレイン、風は英語でウィン、嵐は英語でストーム。レイン、ウィン、ストームはオルドーリンフォー、ウィンズブロワーのストームライジング、whatever it is。オルドーリンフォー、ウィンズブロワーのストームライジング、whatever it is。オルドーリンフォー、ウィンズブロワーのストームライジング、whatever it is。stay, 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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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 咱请三个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看到这些细囝，你毋知有感觉因非常勇敢无？我感觉主真大的恩典。我看到选婷起来做见证，特别感觉伊真正足勇敢，非常的勇敢。这个台语会当安尼讲，实在是真有简单感谢主的恩典。伫上帝赐福的日子，咱会当看见安乐圣教会个人照着上帝借着海格牧师对着咱的祝福，成就伫其中。咱会当看见，其实也阁有真侪幕后工作服侍的同工。谈拄则，即使咱若是有斟酌看的时阵，咱会看到一寡年长者，像即个文官姐甲即个庆官姐因这拢几若岁过一岁啊但是嘛是有缘参加伫即个主日学的服侍，所以即使明年各位时间上若是稳准60岁无算济，70岁拄啊好，80岁嘛会当来，无要紧。所以呢，大人三甲做伙来服侍即世代囝，即个细囝。了后时阵，咱不一定有法度拢总去，但是就亲像谈拄则明顺团队甲咱三甲做分享的，咱会当伫幕后做祈祷的服侍。其实即一届的营会内底有一个真大的突破，就是这囡仔以及所有参加的同工。拢伫其中有真侪这个感受上帝的灵，甲咱三甲做伙同在。所以呢，有真侪同工伫其中背后的服侍，背后的祈祷特别这个校长惠君姐伊也伫其中真侪一个真水的守望的领袖。所以咱无论伫倒位，咱会当三甲做伙同工。就跟别人伫外口的时阵。可能无一定人会熟悉你，熟悉我，但是因一定会熟悉一个，就是讲安乐圣教会的儿童事工会当真做正人的祝福。即一届的时阵有几个这牧师娘伫遐甲讲，牧师恁安乐圣教会的主日学做了真好我甲伊讲，确实有影，阮的同工拢足用心包括伫每一个礼拜日。下晡的时阵，三甲做伙伫遐呢，同齐做伙准备课程，以及整个的营会的筹备，是对2-3个月前就开始有备这个代志。所以会将着这个代志，甲伊当做是一个实实在在服侍，包括伫背后带导的，包括伫采讲，包括伫所有一切这个佚佗游戏的项目伫迄个所在的有备练习大声算过。是安怎爱大声算过？因为算的时阵，才会知影啥物所在爱斟酌着啥货，所以非常用心来有备迎接这个营会。这是一个真正勇敢的服侍。虽然有一寡代志毋捌经过，总是三甲做伙勇敢。一个人行，就会行了较孤单，总是知影，亲像宣听姊妹甲咱分享的，有一群人三甲做伙行。你行了较紧，就了等我一下；我行了较慢，我就了
拜托你甲我牵一下，了后咱会当同齐行，行了甲非常的远。所以上帝互咱有同工，上帝互咱伫世界列国伫迄个所在会当诚做伊家己欢喜的见证。咱看周报第4面，咱要三甲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今日主要的经文伫但以理书1章1节到21节，咱三甲做伙来上读，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具的几分交托伊的手，伊就把这的器具带到示拿地，收入伊神的庙内，放伫伊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阿西皮那，对以色列人的装饰甲贵胄当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少年无破相，相貌俊美，通达同样学问，知识聪明，招备，会当树立伫王宫内面的，要教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家己所用的膳食甲所啉的酒，每日赐因1分，赐因3年。满了3年，通互因伫王的面前树立。因中间有犹太族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太监长甲因号名，称但以理做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作为沙德列，称米撒为米刷，称阿撒利亚做阿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无用王的膳食甲王所啉的酒来拉散家己，所以求太监长用因无拉散家己，互上帝互但以理伫太监长的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讲：我惊兄，我主我王已经派定恁的临者，假使伊见恁的容貌比遐共会少年人较妖恶，要安怎样好呢？怎样？恁就互我的头伫王遐尼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的委办讲：求你试看卖啊，劳卜阮10天，互阮食素菜、啉白水，了后看阮的面貌，甲用王神遐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款待仆人吧。委办就允准因这样代志，试看卖啊，因10日过了10天，看因的面貌比用王神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辉煌。对安尼，委办切去因用的膳啉的酒，互因食素菜。这4个少年人，上帝伫逐样的文字学问上，赐互因聪明知识。但以理阁明白逐样的异象甲梦兆。尼布甲尼撒王有定带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甲因带到王的面前。王甲因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个人会当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所以留因伫王的面前树立。王考问因一切事，就见因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甲用法术的赢过10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搁伫咧。咱搁再一摆按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主上帝，你甲阮同在，保守因带阮，互阮伫下面这段时间，有缘得上帝你的因带。主啊，互阮真实对你来得到活命的祝福，互你家己关灵、聪明、真实的智慧，管握伫阮的灵魂体，互阮对上帝你来得到智慧的心，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段经文内底，甲咱讲到但以理伊的日子。但以理这个人，伊成长伫战乱的时代。迄个时阵，其实伊当出世的时阵，国家就已经非常的无安定。
了，伊外口的时阵，有遮其他的国家即个尼布甲尼撒龙、巴比伦等等，四围拢伫因的身边，所以是一个活伫真无平安年代出世的人。若要就咱来讲的时阵，就亲像过去咱遮的年长者，因出世伫清朝尾，出世伫国共战争，或者是迄阵受日本统治伫迄款生活的环境，定定爱觅防空壕的时阵，即个囡仔来出世。但以理甲伊遐的朋友，就是安尼活伫迄个所在。但以理伊家己亲自去经验到因的国家伫迄个时阵受到遮周围的国家甲因威胁，甚至圣经伫即个所在讲，到伫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甲耶路撒冷甲伊围困条咧，将其落尾将个耶路撒冷甲伊攻破了后，才国王以及遮少年人，抑阁有遮勇健的查甫人，拢总互掠去到巴比伦。所以伫这当中，但以理伊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但是伫这当中，伊经过过少年行兄的少年时，了又搁伫面对伊的生活有战争，所以甚至伊家己看到伊的国王伫当中，互人乌目睭，了后用铁链链咧，带去到巴比伦帝国。这个人伊相信上帝，那呢有一个真大的问题是，伊会受到挑战无？如果上帝若是至权的上帝，是安怎上帝容允这个代志来发生？是安怎？阮的上帝是至权的上帝，但是我的国家会败落、会灭亡呢？亲爱兄弟姊妹，你所信的上帝若是一个至权的上帝，若是安尼，是安怎恁囝考无到好学校呢？是安怎你会拄到这个灾殃呢？是安怎生活内底经济的问题一直遮尔久拢总无改变呢？但以你敢袂有这个想法？究竟至权的上帝的信仰到底是啥物货？有一日，庄子兴大楼、双生啊大楼。去互弄掉、弄断去的时阵，美国人嘛咧问：如果上帝若是赐平安的上帝，是安怎容允双生啊大楼去互飞龙机甲伊弄断去，恐怖事件死遐侪人？总是叫你和牧师伊的查某囝伫迄个所在。写出了一篇文章。当咱的国家为非三做的时阵，咱要求上帝来赐福给咱。当咱的国家伫经济上犯罪遐尼济的时阵，咱要求上帝赏赐给咱经济平安。当咱的国家饕餮无公义的时阵，咱要求上帝赏赐福气给咱。咱的上帝敢是安尼的上帝？所以，这是因为上帝的公义，所以咱的国家会受管教。因为上帝是至权的上帝，伊袂当看良善做罪恶，但是伊嘛无容允罪恶，甲伊当做良善。因为伊是至权的上帝，所以伊爱管理。伊虽然宽容听候，但是当人无愿意回转，无愿意归向上帝的日子，上帝讲，我就爱出手管理，因为伊袂当互罪恶赢过良善。伊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上帝甲伫自然律甲公义当中来做代志。伊甲真实敬畏伊的人放伫苦难甲逆境当中。当上帝将到但以理甲伊的三个朋友放伫当中，
当因伫少年的时阵，就看见因的国王，互人乌目睭用铁链啊，带去到伫其他外国的时阵，这少年人因会想，想到因做无这苦难甲困境无？但是上帝正着安尼咧，世间人彰显伊是公义的上帝，伊必须要管理伊的国家，伊是公义的上帝，伊守约是自爱。上帝的宽容是到一个程度，伊就会停留掉咧。你会记哩，所多玛甲俄摩列，上帝亚伯拉罕伫迄个所在，甲上帝祈祷讲，若是有50个好人呢？上帝讲，为这50个好人，我就无消灭这2个城的人。迄2个城的人，伫迄个时代内底，照统计，大概有3万个人。3万个人找无50个人是好人。我要甲伊讲的，毋是人数的问题，我要甲各位讲的是，迄个比例若无到一个地步，上帝就会伸手啊。圣经甚至到尾手的时讲我，历史若是迄内底敢若有10个人呢？上帝讲，为这10个人的缘故，我嘛未消灭迄个城。但是3万个人当中，找无10个人。上帝爱出手无？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伊的公义必须要互伊出手，若无公义就会消灭这个世界，就会变做罪恶畅行的世界。咱需要来认捌至权的上帝。至权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在这当中，这是这几天风台伫南投仁爱乡的加油站，迄个土石流淹甲一楼悬，规个加油站差不多淹要了去啊！上帝的审判对着伊的家庭开始。咱来斟酌南投、埔里、山区有建立了全世界上界悬的偶像，50公尺悬，是全世界上悬的。咱来真斟酌，究竟咱的风调雨顺。咱将阳光归予什么人？咱的人生平安，咱是将着感谢阳光归予咱的上帝，也是归予咱的钱财。这一点，咱来了啊斟酌一下。如果咱若拜唔着神，就咱的活命就会带来咱忽然间疗伤袂到的假释。至关上帝的信仰，是毋是伫咱的活命确实建立起来？第二，咱看这当中，圣经来讲到，这4个少年人，因三甲做伙，因伫遮呢来，互这个巴比伦王甲伊选择。因是受世界选中的，互世界所选择的精英。世界选择了你，是无毋对，但是你呢？敢是世界选择你，或者是上帝选择你？了后，你选择徛伫倒一边？这是咱爱思考的代志。就着这当中，咱来看。世界只用短暂的荣华富贵，步步引带你离开上帝，这是世界的方法。但以你甲伊的3个朋友，因伫当中受世界选择，世界伫迄个所在用着国王所食的物，你捌看过电视的广告无？让你拥有帝王般的享受，有无？互你亲像皇帝同款，
互你享受。你若拥有这台车，你若有买到这个厝，你若来阮这个度假村，互你着拥有亲像皇帝同款的享受。魔鬼嘛捌甲耶稣讲：你若拜我，我着将地上一切荣华富贵拢互你。但以理甲伊的三个朋友，国王讲啥？我食的，你食甲我同款；我啉的，你啉甲我同款。你知影无？我食甲国王同款呢，阁有专门的人安怎来甲我服侍？亲爱兄弟姊妹，你若捌做过亲家生母？你若捌做过亲家生母，有无？你坐伫主道的时阵，第二主讲迄道的时阵，安怎？吼，迄号西人员吼，食一顺换一个，食一顺换一个，食到了，我要烦死，有无？你莫来换，我着家己食好好就好啊，毋是啊，甲你当做开骹破线哦，甲你服侍，有无？亲爱兄弟姊妹，迄是国王，迄个过程内底会互你真正感觉你是国王，但是你是毋是国王？你要想清楚。是世界安尼款待你，互你讲放杀上帝，你来拜我的神，你甲我行同款的路，但是上帝毋是安尼，看起来亲像是世界选择你，但是咱爱斟酌，这个时阵，但以理甲伊三个朋友，因是啥物身份？亡国奴的身份，强国奴，亡国奴的身份。是啥物人，互因会当成做贵族？若毋是上帝存留因的性命，因早就已经伫战乱当中死无去。但是上帝存留因的性命，所以究竟是啥物人选择啥物人？这个代志咱爱弄互清楚。上帝选择了你，但以理选择甲上帝三甲同行，为主来活的坚定心志。虽然伫这个时刻，我受掠伫外邦，但是我犹原相信，我的上帝，伊会记得伊甲阮列祖所立的约。世界选择你，互你会当短暂成做这个世界的人物，但是上帝选择你，是要互你成做永远的器具。这是但以理甲伊三个朋友。同齐同款的心志，上帝，我活伫列邦，上帝，我犹原要活出你选择我的荣光。第三，因是信靠耶和华的见证，因倚靠耶和华。人有的时阵呢，上帝下阮讲，上帝啊，我若食得饱，我若食好势，我若穿了水，穿了有体面，上帝，安尼我就会当见证你。是安尼吗？咱究竟是将着穿得好、食得饱、带了水，咧荣光咱家己，也是咧荣光咱的主、咱的上帝？但以理因食白菜，因食青菜，因啉白滚水，因甲世间人选择的路无共款，但是因的性格智慧，佫较是见证出来上帝的名。因毋是食3年。因是对迄一日开始，连续一世人拢食青菜、啉白滚水，但因生了比别人更较胖皮，因无因为安尼消散落肉，因生了更较水，敢毋是？圣经讲啥？啉白滚水、食青菜，安尼嘛是法度生甲胖皮个幼稚呢。所以毋好伤迷信。迷信遐药啊，抹伫你的面，就会变外水。人我对头到落尾，我最近的时阵，搁买2箱泡苏的洗面皂，会泡苏的地裤。人我最古早几啊年前，我就洗泡苏，洗甲干。我毋是咧甲泡苏广告啊，我是要甲各位讲，我敢若用迄款的人洗甲咧，人我嘛是白泡泡、幼咪咪，你敢无感觉？有无？对无？有吼对。我要甲各位讲诶，你的心若水，你的人就会水。
你知无？真正阳光是对内面发出来。你来看圣经第个所在讲啥？讲到伫路尾，伫因内面安怎有10倍的无相像呢？这个代志值得你、值得我思考。相信耶和华上帝受世界看做精英的人嘛读册，无相信耶和华的人受世界看做精英的人嘛读册，对无？因拢总共款读册，受共款的教育啊，但是是安怎会相差10倍呢？这两个到底有啥物款无共款？读册会互人会有聪明知识，这是事实。但是因就是敢若甲因所读所吸收安怎，伫迄一部分尔。但是你斟酌，来咱来读这段话来，预备来。甲上帝同行的人，除了伊所读所吸收的以外，阁有圣灵的启示甲会通。这部分是甲上帝三甲同行的人特别有的，请你斟酌是这一点。因会赢过世间人10倍。是安怎？因为圣灵的同在甲启示，这才是你赢过这个世间人上界重要迄一部分。若无，你就是有；若无，就是有读册、有聪明，伊所吸收的就是这。但是真正一个属上帝的人，因甲上帝是有连结的，伊会通知影。因为有上帝甲伊三角同在，来到新约时代的时阵，保罗搁开始证明这个代志。保罗先生讲，属上帝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伊会当参透万事，但却无有人会知影伊是安怎会安尼。伊有法度看透世间所有的代志，但无人知影伊是安怎有这个能力，是因为独伊甲上帝的圣灵三角同工。这个人是现任纽约市的市长艾瑞克·阿东斯。伊讲：我知影应该听什么人的声音，我清楚我家己的角色。我无在意别人安怎样讲我在意的是上帝爱我做什么货。30多年前有一摆，阿东斯对着伊的梦中醒起来，因为上帝非常清楚对伊讲。2022年正月初1，你会成做一个市的市长，伊错一个。但是对于一天开始，伊就背叛家己，活伫上帝爱伊活的环境。又伫迄一天以后，有跋倒，有四角插无，有犹原有。但是每一届的软弱，拢引带伊个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伊甲上帝讲：上帝啊，你来录用我，互我真正会当伫你的恩典内底。诚侪你的欢喜，所以伫迄一天，伫阿东斯2021年的时阵，伊赢到纽约市市长的选举，并且伫2022年正月的时阵，伊就就任做市长。伊伫少年的时阵有读册的障碍，就是会跳抓啦。咱若看第一抓、第二抓、第三抓，咱会顺序安尼看。但是伊毋是伊读第一抓会跳去第三抓，读第三抓会跳倒转去第二抓，跳去第四抓第五抓，这叫做读册的障碍。少年的时阵，伊甚至嘛捌互警察抓过去，因为受到拖累。所以虽然是安尼，总是伊无放杀上帝，倒不如讲上帝无放杀伊。所以伊到伫落尾做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伊也做一个非常好的市长。圣经讲但以理到伫古列王元年的时阵，但以理也伫咧。亲爱兄弟姊妹，敬畏上帝的人，伊的日子，伊内面的灵性，伊会通得甲上帝三角做伙。现此时咱看到但以理，伊活遐尼久的时间，伊伫对着少年的时阵。对这个西底家来狩猎，甲伫巴比伦的时阵，一直到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阵，大概活了90几岁。圣经讲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也搁伫咧，所以真久长的时间活了真久。咱会通对着圣经内底，咱看到。
起这段祈祷甲上帝三甲同行的人，通常拢会活真久。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以撒活了180岁，活了比因老爸搁较久。了雅各平生的日子是147岁，耶和华的奴仆约书亚活到110岁。敬畏上帝利未人伊会活了长岁寿，通常拢比做国王的活了搁较久。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因为因是怎样？祈祷上帝，甲上帝三甲同行。米暗是祭司，利未人的家族，伊活120几岁；阿伦活了123岁；摩西活到120岁。利未的家族服侍上帝的人，因虽然原来做领袖，但是因更较知影怎样亲近上帝，怎样来活。就是到利未人祭司耶和亚大活到130岁。伫迄个时代内底，伊活到130岁，这是啥？破纪录。对所罗门元年到约阿斯元年的时阵，总共经过8个朝代，经过124年。耶和亚大活偌久？活130年。伊是对所罗门的年间所出世的，是敬畏上帝的祭司。伊经过8个朝代，伊看尽了人世间的历史，伊生出一个敬畏的心，甲上帝三甲同行。上帝的确报答遐敬畏伊的人。上帝报答毋是伫一时之间，乃是一生之久。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敬畏上帝，一生拢有稳定。甲伊讲来，所以上帝不只是互你稳定，上帝互你互我有稳定。上帝是要用咱遮的人，当代的人来发声。上帝录用咱的主日学，互咱诚侪南部教区的祝福。诚侪真侪教会的祝福，我也伫祈祷中着上帝讲：上帝，你互阮会当诚侪列国的祝福。虽然中国一直欺负咱，虽然中国真侪对咱无好的所在，但是你知影，咱安乐圣教会安怎样啊？诚侪中国的祝福呢？你敢知？咱安乐圣教会诚侪中国的祝福。昨的时阵，这个福建北门堂的这个主日学校长，甲我发一个微信过来，伊甲我讲哦，牧师你帮我找看卖啊，阮8月20哦，要有儿童夏令营，啊，阮经足侪诗歌，经的了吼，阮遐老师拢讲，遮诗歌拢总无，啊无你甲安乐圣教会牧师去问看卖啊，恁遐最近有啥物新的诗歌无？还是恁家己唱的诗歌无？哦，啊无你甲阮发一寡过来，安尼好毋好？你看，到伫现此时。咱抑阁是诚侪中国的祝福的，虽然你对咱遐尼歹，但是咱哪啦，咱嘛会当对伊较好咧。你听无？听咱的修德，亲像家己的厝边共款。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用你用我，你训练列国，你祝福列国，这是咱的使命。搁较是咱受上帝恩典的挺性。这是一个挺性，是一个恩典，是一个阳光，是一个祝福。上帝的话语是绝对的，就是伫混乱无平安的年代，虽然时间甲空间看起来未输伫战乱中已经失去伊的秩序，但是上帝犹原掌权伫全地伫列邦之上，所以上帝会当录用但以理甲伊的3个朋友，诚侪当时时代的祝福。上帝录用但以理。诚侪整个国家，甚至经过4个王国、5个朝代。亲爱兄弟姊妹，你、我，咱拢总会当。当咱亲像但以理共款，伊怎样甲上帝同行？我希望这个月的时阵，咱会有更较侪的时间。你倒转去的时阵，甲但以理这本册、这卷册，甲伊读互伊识，读互伊明白。你得看见这项代志，甲上帝三甲同行的人，伊内面有上帝的灵，含外邦的君王拢会尊敬伊。所以受人尊敬，对心内底的尊敬，是因为你甲上帝同行。外邦的国王、百姓，就拢会看到你内面有上帝的灵。
上帝对头到落尾，毋捌放杀信靠伊的这百姓。上帝毋捌，所以，亲像宣庭甲咱讲的，咱虽然软弱，上帝有缘会当路用咱，互咱诚侪勇敢着列邦见证的。虽然人放杀上帝，伫列国走来走去，虽然咱的生活，咱今仔日的流离失所会无平安，定定感觉遮会无顺遂，定定感觉遐会无顺遂，请咱会记哩，咱是毋是有离开上帝的道路？咱若是离开上帝的道路，即马就修正倒转来，因为上帝的应允一直拢伫咧，伊家己保守成就伊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语，伊安怎样讲？伊一定会安怎样成就。毋好暂时的受到眼前的经济困难，毋好一时的受到眼前的苦楚病痛，咱就放杀上帝。但以你伫上界出世伫上界艰难的时代，活伫偶像敬拜的时刻，虽然上帝尊留伊的活命，互伊会当选择。要对着世界的潮流、荣华富贵来行，也是还要继续选择甲上帝同行。但以你甲伊的三个朋友选择我要继续甲上帝三甲同行，上帝就伫因的日子内底，将着阳光赏赐予伊。你若伫日常遵守上帝的话，伊也要报答你、高举你。互你伫列邦当中显出伊同在的证据。你毋好看眼前，你的心头爱了定。古早人讲一句话：树头徛好在，你就免惊树尾做风台。你的树头定根伫倒位？咱若定根伫上帝的话语，上帝。就互咱伫做风台的日子，有缘结果子。三角仔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愿你的阳光显明伫阮当中，伫你话语内面，互阮学习，亲像但以理共款，相信独一真的上帝。无论世界安怎样变化，主，互阮活出你的款式。安尼，伫上帝你看做美好的日子，你就高举阮，因为是阮活伫你的时间表，活伫你旨意的美好内底。愿你亲自继续伫阮的心中加添阮开力，阮也恳求你加添阮开力，互阮成就你美好的旨意，甲你同齐得到阳光。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毋知伫咱当中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是无啊？咱今日吼是88节吼，来，咱今仔日是88节主日啦，咱诚心来邀请吼，来，只要结婚的兄弟吼，结了婚的兄弟来，请咱徛到头前来，好无？来，咱要送互各位吼88节的礼物哈，来。只要你有结婚的吼，拢徛来头前来，拜托，谢谢。来，乡亲徛来头前哈，谢谢。来啊，啥物人帮咱翕一个相咧？谢谢，来，有结婚的囝啦，结婚的拢来哈，谢谢来。来，谢谢来。来，谢谢来。来说你豆豆熊啊！来生得生，晓得晓，万来你嘛摕得哎！来徛好哈，来谢谢，来感谢主哦吼，咱的爸爸真济呢，感谢主，哈利路亚！来谢谢，来亲爱的爸爸来，感谢主，来谢谢，爸爸节快乐哈，爸爸节快乐，来谢谢。
感谢主，来爸爸节快乐，爸爸节快乐，来谢谢，来爸爸节快乐，爸爸节快乐，来，我来，感谢主，来爸爸节快乐，谢谢，哎，爸爸节快乐，来平安，来感谢主，哈利路亚，等一下哈，来，什么人要不要客到来？来，谢谢，来爸爸节快乐，爸爸节快乐，来，免讲呀，谢谢，来。我睇无来，谢谢，爸爸节快乐，谢谢。来，拢有睇到无？拢到来，来，稍等我一下，好不好？谢谢。来 ，OK， 来，1、2、3，爸爸节快乐，耶！好，来，咱三讲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愿你亲自成就你的美好，祝福伫阮所有亲爱的爸爸。互阮真正是会当将阮的心转向阮的儿女，互阮将对美好的信仰传承伫因的身上，互阮会当亲像但以理同款，传承上帝的信仰，高举上帝的名，互阮甲阮的细囝同齐伫上帝你的厅内底，阮会当引带阮的家庭，互阮至到阮甲阮的全家拢会当来服侍耶和华。互阮会当诚做上帝你所欢喜、荣光见证的好老爸，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咱个一届拍鼓来感谢、来祝福咱的亲爱爸爸，谢谢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平安。好，咱有翕相的，则拜托家传去咱安乐圣教会群组哈，谢谢多谢啊。好，好紧，等一下，谢谢。好 ，OK， 来，这个时阵，咱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咱定定会记哩，每一个米，每一分，甚至咱口中的一口气。拢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所以咱着怎样用着敬虔的心，甲上帝三甲同行。咱着爱用着感恩的心，三甲做伙来奉献。咱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同心来奉献。生命献予你，因你所用尽一生，将我时间献予主，永光归你到永固。我的手顺你命令，照做圣旨来使用。也愿奉献，为主本早无野生。我的声音予你用，我上学了主无听。我要奉献我嘴短，传扬福音救灵魂。金银献予你，所用拢准你。我会在令你所说，愿意向你做工具。我的金银献予你，所用拢准你知。在令你所说，愿意向你做工具。愿全能的主上帝纪念你心中的纯正，亲像伊纪念但以理心中的渴慕甲愿望同款。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上帝看顾、引带甲祝福内面。
互你会通行伫伊的旨意内底，得到伊所命定你一切的荣光甲丰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今日咱第一堂聚会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